这个全台湾上侪人咧饲猪的婚林县，当然是反对着3肉种的美国猪肉来进口。虽然讲这个台湾猪价真好食，但是美国猪是价真俗哦，每公斤比台湾猪俗差不多这个20块到30块，这会影响到咱饲猪仔户的生理。这个饲猪协会甲饲猪仔户来呛讲，政府的政策若是无改变，因无排除要起来台北抗议。 政府雄雄讲要进口美国猪肉，猪农非常的不满。当时的抗争，即摆共款啦，伊讲啥就算啥物啦。婚姻县是全台湾上大的猪肉生产地，为着开放美国猪肉进口，在地猪农甲县政府拢真反对。那为什么事先都没有跟猪农、跟一些相关产业的一些干部来做一些事先的沟通？ 不能因为贸易而牺牲所有国人的健康。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悬崖勒马。参加记者会的猪农拢非常的生气，因讲政府若是安尼做，会害因甲民众拢有是安尼顾虑。嘛，因为进口的价小真俗，国产猪肉无法度公平竞争，政府嘛无相关的配套。畜产业要比较长远的基金的话，可能要10年或者是15年以上的规划运用。那100亿的话是不够。 虽然政府有强调讲开放美国猪肉是要换国际的地位，不过饲猪的猪农拢无法度接受，无排除讲要上北去抗议，争取因的权益。